台语文康榜来看，屏东海参馆的满25周年啊！今年叶热的时阵是特别推崇这个结合着母语教育，也佮有海洋知识的导览活动，用台语来认捌海洋的生态。山路台语咱讲讲来啊，山路伊会叫种山路，啊嘛顶叫路布。 导览大哥哪行哪了解海洋的生物，大小朋友听甲是真认真。不管是海龟的生活方式，也是山路的生态，拢用台语讲解，互大家认捌。这是屏东海参馆推出的母语导览活动，吸引袂少民众报名参加。有家长去年就有来过，今年佫特别替4大囡仔报名，带规家伙仔来体验。 家里面的长辈会讲较侪台语，啊，因讲本身台语无介好啦，所以我是希望说小孩子可以谨慎的时阵去耳濡目染，讲咱台语，那我们就是母语这个环境这样子，让他可以听得懂，他也会讲这样子。咱讲表达爱地方听，包括我嘛去学迄个民谣啊，迄个思想曲有啊，也是念恒春的台语诗啊。 台语足水的啊！海参馆表示，这个台语的导览是配合教育部的母语政策活动，已经举办3档啊。报名入满的速度是一年比一年更较紧，因为感受到民众的热情。海参馆去年举办4场，今年叶热阁加开2场，总共6场，结果嘛是拢满。海参馆馆长讲，伊嘛希望未来会当阁增加。希望咱也有迄个教育部相关的这些。 资源我可以争取来，咱的台湾，尤其是安尼恒春半岛遮的民众，个囡仔，用咱的台湾的语言来了解咱的海洋。今年是国立海参馆成立满25周年，馆方规划真侪相关的庆祝活动，除了认捌海洋生物，有民众伫线顶分享海参馆的会议。馆长讲，希望邀请大小朋友做伙来体验。记者柯明哲，屏东报道。